Three nations. One massive tournament. Welcome to the World Cup. Yo， 大家好啊！世界盃咧終於都落幕啦，最後咧係西班牙1-0擊敗阿根廷噶，冇瘋狂嘅入球戰啦，冇話咩互爆互攻啊，5-6球嘅經典大戰啦，但係都算係一場幾有份量嘅決賽啦。因為啊呢場波係美斯最後一次啊，好大機會啊係佢最後一次喺世界盃決賽舞台啦，亦都可能係新一代西班牙正式登基嘅一晚啊！西班牙亦都係贏得實至名歸嘅，無論係數據啦，定係場面上啊，甚至啊係個風度咧，都係贏阿根廷一截嘅。阿根廷啊，真係輸人又輸陣啊！咁賽前啊，所有焦點都好自然咁落咗喺美斯同埋亞馬上邊啦。一個39歲完成個世界盃夢想，但係仍然想用最後一幕寫一個幾乎唔現實嘅結局。另一個19歲第一次真正喺世界足球最高舞台就已經行到決賽啦。但係最後決定比賽嘅人唔係佢哋兩個，竟然啊係費蘭托利斯啊！喺賽後好多球迷都搞笑咁話已經準備好道歉表啦，要填啊，要寫俾費蘭托利斯，因為佢一直以嚟咧都係即係俾人詬病啦，又話射術唔好啊，俾波佢咧又唔入啊，唔係一個好嘅前鋒啊。咁佢62分鐘嘅時候後備入替啦，去到加時下半場106分鐘一腳左腳嘅窩里抽射啊，將世界盃帶翻俾西班牙。1-0擊敗阿根廷係繼2010年之後咧，再一次成為世界冠軍啊！阿根廷當然想衛冕啦，想成為1962年巴西之後第一隊連續2屆贏世界盃冠軍嘅球隊，但係最後啊，佢哋唔單止輸啊，仲有一場俾西班牙鎖死咗嘅敗仗啊！喺賽後報道亦都提到啦，阿根廷嘅教練斯卡洛尼咧承認西班牙係更加好嘅隊嘅，而西班牙咧佢哋嘅成隊人啊嘅付出啊，先至可以得到咁樣嘅成績嘅啫。洛迪去掌控節奏啦，古巴斯穩住個防線，到佢哋嘅門將斯蒙啊，繼續守住清白之身啊，再到費蘭托利斯最後一腳完成故事。今場啊係一隊更完整、更成熟、更冷靜嘅球隊贏得咗比賽。咁呢條片我哋會先講賽前有啲咩期待啊，佢哋有啲改變咗啲乜嘢陣型啊等等啦，咁跟住就會講下場波究竟真係發生咗咩事啦，然後啊跟住再帶落去呢。究竟點解啊阿根廷會輸得咁肉酸呢？咁條片正式開始之前咧，都有句啦，中意記住撳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分享出去更多嘅人睇到啊！你又覺得西班牙今次贏得值唔值得呢？歡迎後面留言話俾我知。好，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啦。決賽之前咧，阿根廷做咗幾個好明顯嘅調整嘅。斯卡洛尼由對英格蘭嗰場咧換咗3個正選噶。阿迪保羅咧係翻嚟中場啦，蒙迪奧啊係踢右閘啊，尼高岡沙利斯亦都係重新入翻正選嘅。踢對住英格蘭嘅斯蒙尼啊、摩連拿咧同埋帕利迪斯就退翻後備啦。相反咧，西班牙基本上冇改啦。富安迪啊延續對法國嘅嗰套正選啦，繼續都係出呢個法比安雷斯嘅。就算亞馬之前有輕傷啦，拍到波路亦都有少少 hamstring 嘅問題啊，兩個照樣出場。呢個賽前選擇咧，其實好有象徵意義噶啦。阿根廷係一隊試圖用經驗啊、調整同比賽管理啦，去保護美斯最後一舞嘅球隊嚟嘅。西班牙就一路都好相信自己嘅系統啦，改咗少少嘢之後咧，就一路用到而家啦。呢場決賽舞台本身咧，亦都好有戲劇性啊！呢個紐約 MetLife Stadium 啊，世界盃史上最大規模之一嘅決賽日咧，有一場好美式嘅半場表演咧，好似呢個 Super Bowl Halftime Show 咁樣啊。咁有報道就話啦，今屆嘅決賽半場 show 咧係最後係長達超過27分鐘嘅，咁亦都引起咗好大嘅爭議啦。因為決賽中場休息本來就得15分鐘嘅啫，變相啊就可能有機會改變咗比賽節奏啊。咁最後係冇嘅，其實就咁中場表演亦都係即係維持係11分鐘啦，其他時間都係攞嚟 set 台啊、搞嘢咁樣嘅。咁完咗之後啊，朗尼咧亦都喺 BBC 嘅評論直接話，簡直係垃圾啊！佢原話就係話我幾中意啲藝人嘅，但係佢加埋一齊咧就即係呢個 halftime show 咧簡直係 crap 啊，就係垃圾啊！咁不過呢場嘅決賽咧，對比起前日英格蘭嘅對住法國嗰場波，當然就冇咁好睇啦。咁其實都預咗噶啦，賽前因為知道西班牙係踢啲乜嘢嘅。咁頭90分鐘咧，比分係0-0啊！你甚至可以話機會都唔係好多啊！你如果話淨係睇比分咧，你會以為呢場可能好接近啊。始終阿根廷都唔係食數嘅。咁但係咧，西班牙搞咗咁唔係呢個阿根廷搞咗咁耐咧，係0次中籠啊，甚至係0次射門啊！阿根廷係波皮都揩唔到嘅。西班牙咧
一路都控住個球權，控住個節奏啊！阿根廷可以呼吸嘅空間完全被控制住晒。賽後嘅 match report 啦，西班牙全場控球60.2%啦，阿根廷得32.5嘅啫。咁西班牙亦都有20次嘅射門啦，12次中籠嘅。阿根廷啊，全場啊最後得2次射門，0次中籠啊，大部分時間咧都係冇射過門嘅。其實 expected goal 仲誇張，西班牙2.52次，阿根廷0.07。呢個已經唔係普通嘅小勝啦，係一個比分細、內容差距好大嘅決賽。最關鍵係西班牙而家唔止係得控球啦，佢哋入到去危險區域嘅機會咧好多啊！全場有251次嘅進攻3區接應啦，阿根廷得52次，西班牙完成咗182次嘅 line break啊，而阿根廷相反得87次啊。換句話講，西班牙唔止係喺中後場傳波，而係一次又一次將阿根廷推入防線深處啊！阿根廷嘅防守唔算完全崩盤嘅，佢哋好努力啦，有445次嘅防守壓迫，直接壓迫57次啊，甚至係呢個 forced turnover 亦都有54次嘅。呢啲數字代表啦，阿根廷就唔係冇跑冇鬥啦，唔係冇抵抗噶。咁但係問題係，佢哋每一次攞翻個波咧，好難真正打翻出去，甚至可以話攞咗個波好快咧，又甩咗俾西班牙攞翻啊！佢哋就好成功咁做到英格蘭上場嘅前半場做到嘢，就係逼美斯咧係落翻嚟中後場去攞波嘅，咁樣就變相嗰個威脅會細咗好多啦。美斯落咗嚟之後咧，得翻艾華利斯喺前面咧，亦都冇話得到好嘅供應啦。麥亞利士打同安素咧要做嘅防守工作亦都太多啦。阿根廷咧冇辦法好似之前對英格蘭咁樣啦，喺後段慢慢將壓力反壓翻俾對手啊。咁你見到唔擺大巴，阿根廷基本上就冇空間嚟踢上嚟嘅。成場波西班牙一路都喺度試緊大馬天尼斯噶，總共咧前後係有11次射門啦，全部都俾大馬天尼斯撲出啊！所以如果唔係佢嘅話咧，阿根廷一早就已經失咗波噶啦，點會去到加時賽先至叫做絕殺咧入一球咧？咁其實相信睇到呢度，雖然話悶就悶啦，如果即係普通觀眾嚟講。咁但係咧，相信大家都 feel 到西班牙嘅入波都係遲早嘅事嚟嘅啫。支持阿根廷嘅觀眾就可能話睇下佢哋可唔可以捱到去美斯揾到一個機會去搞掂佢哋啦，咁就可以齋防守啦，唔使諗咁多嘢啦。咁但係真正改變比賽嘅第一個 moment就喺90+3分鐘出現啦。呢個上一場串共嘅安素費蘭迪斯2黃1紅被逐啊！Sky Sport 報道形容呢一張紅牌咧嚟自一次對呢個古巴斯嘅魯莽犯規啦，令到阿根廷用10個人嚟踢加時嘅。呢一下其實就係阿根廷成場比賽嘅縮影啦，一路用身體犯規節奏中斷去打斷西班牙嘅流暢度。前面90分鐘呢招都算有效啦，即係你見到去到比賽中段咧，佢哋換咗個帕利迪斯上嚟啊，呢條友根本就冇乜戰術價值嘅，上到嚟真係齋打交嘅啫。咁阿根廷嘅防線亦都係唔好彩啦，利山祖馬天尼斯咧早段就已經係有小傷啦，就希望唔會有啲咩大事啦，始終翻嚟曼聯咧仲係需要佢嘅。咁但係佢有小傷啦，咁就直接換咗呢個奧塔文迪落嚟嘅，咁奧塔文迪落到嚟又係打交嘅啫。咁不過所以就係話阿根廷今場咧係輸人又輸陣啦，輸得抵嘅，即係你見到佢哋賽後喺度打人啦，咁呢個我哋陣再講啦，講埋場波先。安素今次被逐咧，完全就係咎由自取啊！咁佢就成為咗阿根廷嘅千古罪人噶啦。咁不過就算咧，佢喺場上相信都唔會改變到太多嘢嘅，但係變相令到西班牙踢得更加舒服嘅啫。本身已經唔夠搶噶啦，同佢鬥控球，佢所以逼搶翻佢。而家仲少一個，西班牙真係直接猜暈你啊！咁佢哋加時一開始咧，其實已經有一個入波噶啦。咁個波就喺亂戰之中咧，最後係力高威廉斯射入嘅，但係就話美連奴咧係輕輕咁踩到唔記得邊個防守者嘅腳個尖啦，咁所以就俾咗犯規嘅。咁呢個又係有少少夾硬嚟啦，咁但係佢犯規就係犯規啦。咁103分鐘咧，美連奴嘅頭槌攻門咧又係爭少少啊，以為又係美連奴咧要去絕殺啦。咁但係咧，其實去到呢度啦，就已經知道西班牙咧差唔多要入波啦。咁答案係費蘭托利斯做咗呢個英雄啊！呢個波好有趣啊，係3個西班牙球員用好簡單但係好清晰嘅配合完成嘅，拍到波路傳入去，然後尼高威廉斯壓贏咗身位，用個頭擺翻出嚟，然後費蘭托利斯一個左腳抽入網啊，質量非常之高啊！
咁呢3位咧，亦都係嚟世界盃之前西班牙其中幾個被詬病嘅球員啦。咁帕杜波羅原本被選入西班牙嘅時候，國家隊就係話有咩可能選佢咧？熱刺一隊瀕臨降班嘅球隊，咁佢喺熱刺又唔係真係踢得特別好咁樣啦。熱刺整體球會嗰個嘅成績唔係特別好啦。咁但係嚟到西班牙國家隊，佢簡直係神一樣嘅存在啊！即係踢得非常之好啊！咁然後力高威廉斯亦都話今季係跌晒鑊嘅，對比起上兩季啦。咁但係啊，亦都係佢靠努力去唔放棄，將呢個波爭到贏咗身位頭槌翻嚟嘅。咁費蘭托利斯更加唔使講啦，一路俾人詬病噶啦。而呢個入波啊，就好似成隊西班牙嘅縮影咁樣啊，唔係靠一個人做神，係靠每個人都喺啱嘅位置做啱嘅決定。而呢個波亦都好容易令人諗翻起2010年啦，當年啊呢個 Iniesta 去到116分鐘幫西班牙第一次贏世界盃，今次費蘭托利斯106分鐘幫西班牙贏第二粒星，兩次都係加時，兩次都1-0，兩次都係西班牙用耐性控制同最後一刀將世界盃帶翻屋企。對阿根廷嚟講啦，呢場最痛嘅地方唔係淨係輸1-0，而係佢哋等咗120分鐘都等唔到屬於美斯嘅最後一個神蹟啊！數據入邊咧，美斯啊今場得54次掂波咋，而即係個 match report 更加殘酷啦。阿根廷全場嘅2次射門0次中籠啦，幾乎係一個完全被切斷供應嘅美斯，一個被西班牙逼到要離龍門好遠先攞到波嘅美斯啊！唔係話美斯突然唔偉大，而係西班牙成隊人令到佢冇辦法將偉大變成決賽結果啊！阿根廷衛冕冠軍原本輸咗，技不如人，可以風風光光咁樣離開啦。即係其實呢場波佢哋輸都冇話咩輸得咩好樣衰噶啦，但係佢哋咧係都要自己整到自己咧冇下台階嘅。即係完場之後咧，呢個帕利迪斯啊同埋莫連拿咧係對住西班牙球員啊發生衝突啊，將加維咧就兜嘢揈咗落地嘅。咁啊，帕利迪斯即刻被紅牌處罰啦，但係都冇乜用啦，都完咗場噶啦。賽後場面咧變成咗混亂嘅衝突啊，拳頭拉扯啦，非常之難睇嘅場面啊！原本阿根廷喺今屆世界盃嘅風評咧已經唔係幾好噶啦，首先就裁判偏幫啦，咁呢啲就見仁見智啦。我覺得唔可以話完全冇嘅，但係又未去到話即係除咗埃及嗰場，我覺得又未去到話真係好完全改變晒個結果咁樣啊。咁唔公平嘅嘢，其實就算話偏唔偏幫邊隊都好咧，點都會有少少噶啦。係最奇怪嘅位係 VAR 咧。反而去到淘汰賽之後，嗰個介入咧係少咗好多啊！反而啊，捉人揞口講嘢咧就特別多喎。咁呢個就即係我都唔知俾咩反應好啦。咁但係就算啊，真係當阿根廷咧係受到球證嘅偏幫都好啦。咁其實佢哋班球員就即係美斯嚟講咧，我覺得佢都唔會想話有咩人偏幫嘅。咁原本輸咗場波可以體面咁尊重咁離開啦，但係啊，就係都要搞到咁樣，真係好心啦。Anyway 啦，講到呢度，再次恭喜西班牙啦！賽後嘅頒獎咧，即係嗰啲個人獎項啊，亦都好能夠反映西班牙今屆有幾完整噶。洛迪贏得呢個金球啦，世界盃金球啦。斯蒙啊贏得呢個金手套啊，佢喺世界盃決賽零撲救贏金手套啊。古巴斯亦都係贏得今屆嘅最佳年輕球員啊，實至名歸啊！佢19歲仔。FIFA 亦都提到啊，斯蒙今屆8場有7場咧係 clean sheet 嘅。古巴斯亦都係一條只失一球嘅防線入面啊，扮演重要角色啊。又係啦，罰德國嘅含金量仲上升緊啊，跟住比利時嘅含金量亦都上升緊。全屆世界盃唯一一隊入咗西班牙一球嘅就係佢哋啊。咁亞馬亦都係故事主角之一啦，但係佢就冇話咩一個人拯救世界嘅。古巴斯可以喺19歲踢世界盃決賽，仍然冷靜到好似踢咗10年咁樣。洛迪喺中場控制比賽，成為真正嘅隊長同大佬。斯蒙可以用一屆近乎完美嘅防守表現喺西班牙最後一關守住，即係你見到點解富安迪啊喺呢個西甲金手套同英超金手套嘅大衛拉亞同埋祖安加西亞面前咧，都係用咗踢得都賽季麻麻地嘅斯蒙，佢嘅出贏能力咧真係頂尖嘅。而費蘭托利斯亦都每一場穩定嘅後備出場啦，變成最後英雄啊！尼高威廉士可以用一次嘅頭槌擺到完成決賽最關鍵嘅一個足球。呢個西班牙係成個時代一齊登基，而對美斯嚟講，呢個晚上係遺憾，而佢第3次踢世界盃決賽，最後冇辦法再一次捧杯。FIFA 都提到啦，美斯係成為繼卡夫之後咧另一位參與3屆世界盃決賽球員嚟㗎。咁但係足球世界永遠都係咁㗎，
一個故事完結，另一個故事就開始啦。美斯嘅世界盃童話可能喺新澤西州結束，而西班牙嘅王朝就喺同一晚開始。呢場比賽唔係一場關於美斯失敗嘅比賽，而係關於西班牙成功嘅比賽。佢哋由第1分鐘到120分鐘都更加清楚自己想做啲乜嘢。佢哋有壓力但冇慌到，佢哋有年輕人但唔幼稚。遇到大馬天尼斯嘅神撲，亦都冇放棄。面對阿根廷嘅情緒同身體對抗啊，都可以保持冷靜，冇被拖入混亂啊。最後費蘭托利斯一腳射入，西班牙第2次舉起世界盃。呢個冠軍可能會被記住為美斯最後一幕破碎嘅一晚，但更加被應該記住為西班牙新時代正式開始嘅一晚啊！好啦，今集時間差唔多，多謝你收睇啦。我應該會再更新下啲世界盃嘅其他嘢啦，即係再討論下某啲話題咁樣啦。咁但係未知做咩題目咁樣嘅。咁anyway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